要去。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人不多，可以坐前面一点。今天人没那么多。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今天人数不多，但是我们依然要一起起来站立，来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歌，我要全心赞美，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音乐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风里欢呼，神永不息。感谢主，我们一起聚集在这边，全心来赞美我们的主，全心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平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音乐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风里欢呼，神永不息。风里欢呼，神永不息。我们一起拍手，将掌声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常常感谢不住的祷告。我们的盼望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谢谢主。主，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来寻求你。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我随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
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也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我们要住在你里面，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我随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我随泉源，永不枯竭。领受生命，我随泉源，永不枯竭。主啊，我们这一生都要住在你的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的相连。我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的泉源。主，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完全顺服，完全降服。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选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我们要背起十架的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选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我的心跳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再次感谢主，引领我们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一生都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主，祈求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也提醒我们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们的舍命。主耶稣，我们这一生都要爱你，这一生都要紧紧的跟随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公祷了事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感谢主耶稣怜悯赦罪的恩典，使我们能勇于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得着生命的光。也为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这些名单，我们一起来看，我来为他们来代祷，还有为我们社区关怀据点、英法主后出殡的老师、志工、学员身心灵健壮，家庭安康。也为着最近的战争，不管是中东、俄乌、海峡两岸，求主耶和华使狂悖的人回转，愿主向世人所发的愤怒止息。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教会消息。今天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我们感谢黄信牧师所带来的信息。他待会会讲，所以那第一堂是已经讲完了。那我们请为传道人培育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那今天一节牧师是代表男神前往七星中会的水源教会请安。好，那第二点是知梅牧师今天要前往李春生的纪念教会主持圣灵典，然后召开小会。好，第三点，教会奖学金是在今天截止申请。那今天还没有申请的，赶快再去申请。这边好像应该没有人了。好，发放的办法，那参阅公布栏，我们预定是在下个主日会做颁发。第四点，3月29号是清明联合追思礼拜，联合追思采登记制。那登记的时候注明你是要台语礼拜还是华语礼拜。好，那最晚3月15号前，就是今天，交故人的照片给英姐干事。好，那若在台语礼拜和华语礼拜有共同追思的故人，2场次的追思照片可以就是有点不一样这样子。第5点，4月5号主日爱餐后，宣道部举办复活节彩蛋活动，采登记报名。那因为方便我们同工准备材料和完成成品的礼物，所以要先报名，大概知道一下人数。那地点是在我们的1楼。OK， 第6点，各团契会长请将第2季服饰的排班和聚会内容于下一个礼拜3月22号前交给英姐干事会诊。第7点，2026年1、2月的财务报表已经公布，我们请自行参阅。团契消息，本主日青少年团契举办冬令营，那他们今天是去台北小巨蛋的1日游，好像去溜冰。对，好。妇女团契3月28号下午3点有聚会。好，报告到这边，奉献明细我们自己来看，如果有错误的，再去请会计更正。奉献，现在我们一起来奉献，请服侍的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女，主也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聚会，主你能够引领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在今天的经文中，你展现你的慈爱。当众人拿着石头准备定罪时，你看透了人的内心。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完美，也曾犯过错，但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躲藏。主，祈求你赐给我们勇气，听从你的吩咐。愿你的爱成为我们远离诱惑的力量，引领我们走上光明的道路。我们接下来也要用你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今天上帝的话。今天上帝的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8章2到11节。好，我来念。第2节，清早又回到店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上帝的话读到这边，正道。我们今天请到是黄信怡牧师，他的题目是弯腰到直起腰的拯救。大家平安。好，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再来跟大家请安吼，为了这个男神奉献主日。好，那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好，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我们与你一起生，一起死，一起同复活。主邀请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让我们能够听见我们生命中极大的脆弱跟挣扎。主交在你的面前，愿你使我们被你更新，也愿亲爱的圣灵与我们同行。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平安。还有人记得我是谁吗？有看过我？好，记得。好，我叫心怡我还是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心怡。那目前在这个台北马偕医院当院牧，就是目前截至到现在大概8个月的时间，还是很菜鸟的这个院牧人生好，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代表这个男神，虽然我是台神的学生毕业的但代表男神来跟大家请安，分享信息以及见证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好，我想大家你们应该都知道，其实教育这件事情，它不是一朝一夕是需要好长的时间、历程、力气去栽培的。如果我们自己有孩子的话，你就知道，从你要教一个孩子，他是一下就好了吗？大概都不是我自己在我的孩子大概1岁多的时候，教他们唱这个奉献歌，不是奉献歌，谢饭歌，很容易，他们就是跟着唱然后直到这2天，我的小儿子现在3岁，每次要唱谢饭歌的时候，他就不唱，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不要，你就还不能吃饭，要先唱谢饭歌。然后我儿子就不唱，我可以不要吃这样。我就红会瞪就那个，我就快要那个头都要冒烟了所以我最近正在跟我儿子对抗这件事情但我的方式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之后可以分享，我们都是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的我只是要讲说，教育这件事情真的好需要力气去栽培跟花好多的时间跟金钱。就像我已经离开神学院到现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但我还是时常觉得自己所学的实在太有限，特别现在在医院服侍，你会发现你在学校学的那些不见得马上用得到。可是你说没有关系吗？又不是，只是要怎么样去转化成你此时此刻可以对病人、对家属、对员工说的话。这个是我觉得好需要一直不断进修跟承认自己的有限性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领受这个呼召，想要去报考神学院的，有吗？如果有，先放在心里面不用告诉我，但我只是想要鼓励，如果你有这个心志的人，我也鼓励你将这个心志奉献在上帝的面前，恳求神预备你。因为我要诚实的说，神学院它不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这个是我自己在神学院里面很深的体会。可是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有好多的罪性可是我们更需要诚实的承认自己好需要神的恩典跟怜悯，并且不断的去寻求他。因为神他的大能跟智慧能够超越我们人一切的自尊跟自以为是所以我也要邀请大家继续要为这个神学院的教育，也为传道人祷告不要让他们乱走乱讲话这样那为传道人奉献，然后也为他们时常的祷告跟关心。好，那我在这个请安的部分就先到这边好，在进到信息之前，我想要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你们有没有曾经遇过两难的经验？大家有没有曾经经历这种两难？好像左右都不是怎么样做都不对有吗？你通常怎么样去化解？好，大家想想看我先分享我的。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在我9岁的时候过世我是我们家最大的孩子，下面还有妹妹跟弟弟这样，所以我们家有3个。那我爸爸在我9岁的时候过世之后，我妈妈就开始带着我们3个孩子，因为她需要工作嘛，然后就一直不断的找新的工作，然后我们也一直不断的在搬家那每一次就是搬到那个家里面可以负荷的金额的这个房租的地方，就一直搬家，不断的搬家。可是不论我们搬到哪里呢，基本上我们都是4个人一起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晚上，我们已经关电灯在睡觉了然后我跟我妹妹就躺在床上，弟弟跟妈妈就躺在地上，我们已经在睡觉了然后忘记是我真的忘记是为了什么原因，结果我跟我的妹妹就突然吵起来，大吵。怎么大吵呢？越吵越厉害，开始扯头发、踹肚子，然后就是一直吵，吵得很凶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们觉得一个当妈妈的人应该要怎么样？谢谢你们的反应，劝架好，大概要主持公道吧，或者是说开始要骂人一下吧，叫我们安静了因为要睡觉啦。那结果果然，这个黑暗中就有一个黑影站起来，我们都想说我妈妈要来揍人了要打我们了这样。结果我妈妈就站起来之后，她就抄起两颗枕头，开始为我们加油，打死一个少一个结果我跟我妹妹就被我妈妈这个反应就是傻眼，你知道吗？我们就看我妈妈在那边，结果我们忘记我们刚刚在做什么了，我们忘记我们正在吵架，正在打架这样。我只能说我妈妈是一个真的非常有智慧就她到今天，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就是黑影中就一妈妈拿2颗枕头在那边为我们加油我想我们都曾遇过两难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怎么做怎么错，就是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没有预备 PPT 哦，感谢有这个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啊。我的版本跟大家有一点不一样，那我读我的版本，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版本。在约翰福音的第8章第2节这样说：这天早上，耶稣回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然后他就坐下教导他们。这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犯奸淫时被抓的女人来，叫他站在当中，然后对耶稣说：老师，这女人是正在犯奸淫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书上命令我们，这样的女人要用石头来打死。那么你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抓到控告他的把柄。好，这个其实是这个场景其实是一个设计好的一个陷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照着这个摩西的律法，有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那摩西就吩咐这些以色列人要怎么样？要拿石头把这个正在行奸淫的人打死。不知道我们经文中只有看到女性，不知道另外一个人跑去哪里。可是我要讲，在这个耶稣的这个时代啊，以色列已经怎么样？已经早就亡国了，已经灭亡了。所以现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今天我们在讲的犹太人，他们被这个罗马人统治。所以犹太人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样处理犯罪的人吗？不可以哦。好，他们不可以自己动用私刑，他们不可以自己觉得这个是罪人就把他打死，就把他杀死，不可以。他们必须要把人带到这个送官府。可是如果按照罗马人的这个律法送官府，行淫这个罪不致死，不会让他判死刑，不会处死。所以他们就故意拿这件事情来刁难耶稣，说耶稣你来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处理？如果耶稣你说你是遵守摩西律法的人，你不是一个要来捣乱的人，那你似乎你就会要大家怎么样？现在赶快立刻动手打死这个女人嘛，因为她犯奸淫。好，可是如果耶稣真的这样做了，就会违背罗马人他们的律法。他们罗马就很像我们今天在讲的教唆杀人。耶稣他要现场的人拿石头打死他，那耶稣会怎么样？耶稣就会立刻被这个罗马人抓去关。所以他们就故意用这个来刁难耶稣，看耶稣你要怎么选。第6节的下半段就这样说：耶稣却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你们觉得他在写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可是这些故意要刁难他的人，要让他难看的人，就看见他弯下腰，不知道在干什么，就不断的来吵耶稣，想要他给一个答案。第7节说，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于是他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第9节，他们听见这话，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走开了，只剩下耶稣一人和那仍然站在中间的女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耶稣怎么样？很厉害。他没有落入我刚刚说的到底是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叫大家现在打死他，还是他应该要选择我们现在是罗马人，我被罗马人统治，我们应该要听罗马人的话。他没有选择 A 或者是选择 B 他反而是用一个他们未曾想过的答案，来让众人摸摸鼻子的离开。没有人敢说什么就摸摸鼻子的离开。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罪的，就拿石头来丢他。耶稣这个话一讲完之后，大家就怎么样？一个一个的离开为什么？对，每个人都有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承认自己是没有罪的。其实我们真的在那个现场，在那个时刻，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没罪的。如果照摩西的律法要来办这个妇人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要照摩西的律法办他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如果照这个逻辑来看
照摩西的律法，每一个人人人都当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好多好多的罪跟错吼。所以耶稣他并没有陷入到底要选 A 选 B 的这个圈套，他不是否定律法吼，他是让人先看见自己的罪。因为如果律法是拿来审判人的话，那么这个律法就像石头一样。可是当这个律法是让人先意识到自己的议题、自己的罪的话，那么律法才有办法带人来到恩典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都只看见对方眼中的刺，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人刚生产完嘛，我记得我刚生产完的时候，我的妈妈就从台南来台北跟我们住，然后呢帮我坐月子，也帮我就是照顾孩子吼。然后一直到小孩子快要1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就跟我说，我已经订好回台南的车票了。然后我就说，你要回去了？住在这边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回去？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然后我妈妈就回我说，我就是想要回去了，我也该回去了。我听到她这样讲，我就开始生气，很生气。我心里想说，不是住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回去？你是有什么是有什么问题哦？我真的心里面当时候骂得更难听哦，我就说是有什么问题，我心里面就这样想哦。我一直到我妈妈要回台南前，我都不想跟她讲话，我就生气嘛，我就不想跟她讲话。直到她要回台南的前一个晚上哦，我去她的房间，我看到她正在整理行李哦，我就带着很多很多的情绪说，就这么想回去哦。然后呢，她就回我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我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哦。我当下其实不懂他的意思，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哦？然后呢，他就接着说，即使你的弟弟妹妹都还没有结婚生孩子哦，我也希望我能够做到什么？公平哦。我在你这边住了1年，帮你煮饭带孩子，我也希望我能够同样坐在你的弟弟妹妹的身上哦。他这个话一讲出来之后，我突然我才渐渐的明白了解我妈妈的心吼。因为我都只想到我自己的舒适，我都只想到我的好处吼，我只有想到我的孩子需要有人帮我看帮我带，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妈妈的需要。你们能够想象一个妇女过去长时间都在台南居住，突然搬来台北，什么人都不认识，只认识我们这一家人吼。然后呢，我们住在一起，难免都会有什么摩擦吼，相信大家都有吼，都有摩擦。然后你知道，有时候你就住在人家的屋檐底下，你就要看他的脸色，即便他是长辈吼。所以这些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直到我妈妈跟我讲了这些话之后，我才意识到，好多时候我们看事情的角度都好有限哦。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觉得对方是怎么样，你应该要受责备吼啊！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我们家这么好，住这么舒适，怎么不好好的住吼？我们不免都会陷入这样的情况吼。但是其实有好多时刻，我们没有看见自己生命中的梁木。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时常忘记我们生命中的梁木。也许那些拿着石头站在耶稣面前的人也是这样。其实每一次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会想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疑问吼？为什么耶稣要弯腰，要弯下腰？你们觉得呢？要展现他的谦卑，好，可能是。还有吗？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超奇怪的吼，在那个时刻突然弯下腰，又不知道在写什么字。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我每一次读我每次都觉得好怪哦。圣经他没有告诉我们他写什么，为什么要弯腰。可是我这一次，因为我就按照教会的这个读经的进度，我就选了这段经文，我重新再看了一次这段经文。我觉得那个动作弯下腰好重要，好重要哦。为什么？我突然发现，无论是在当时候那个现场围观的人，
还是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我们，其实我们好容易把焦点放在耶稣跟法利赛人的辩论，可是忽略了一件事情，忽略了其实在那个现场里面，当时候的人并没有认真的把这个女人当成一个人来看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人将她当成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物件，是一个可以用来攻击耶稣的一个道具。圣经说，他站在中间，他站在当中，他被抓来，被拖过来，被丢在人群的中间。在那个时候，他连名字都没有，没有人讲他的故事，没有人讲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被当成一个案件，被当成一个问题，被当成一个罪证。所以很特别的事情是，耶稣他从头到尾，他好像一直在关注的是这个女人的生命他就弯下腰。我要讲一件事情是，如果犯罪这件事情是这个女人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她犯罪这件事情，没有人说她没有犯罪嘛，是她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那么耶稣的弯腰，他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次在读，我觉得好有力量。他先为这个女人承接住所有的控告。当所有人准备要拿这个石头要丢他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刻突然弯下腰。你会怎么样？你如果是那个要丢石头的人，你的眼光会突然忘记你自己到底要看哪里你会只看见那个弯下腰的耶稣当所有人准备站好，准备要丢石头的时候，只有耶稣弯下腰。他没有让这个妇人一个人站在那里承担所有人的发难跟指责他先弯下腰，好像替他挡住了这一切所有人大概的反应，就像我刚刚说，大概会傻眼在那里也让那些急着要丢石头的人突然停下来，直到那些人一个一个的离开，最后只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这时候耶稣才直起腰，他不再是隔着好多人跟这个妇人讲话他是站着，眼睛看着他，问他一句话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想这个是耶稣好温柔的拯救。他没有否认罪，但是他却用恩典终结了这个不断控告的循环我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我现在在马街工作嘛，在医院里面工作。我从一去没多久，我就被分配到去关心这个儿童的病房。在2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大概1岁的孩子从桃园被送来，凌晨被送来马街这样。那这个孩子被送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脑伤得非常严重所以家属呢就被通知要来医院开一个叫做家庭会议通常我们如果要开到家庭会议，表示这个孩子的状况怎么样？不乐观不太乐观，所以需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那在这个开会之前呢，医师们就把我们这些团队的人都找去就是在爸爸妈妈进来之前，我们这些团队就有社工师啊、牧师、关怀师、心理咨商师这些其他直系的人，就都被找来开，就是先开这个会前会那这个医师们就跟我们说，他们觉得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脑伤。他说从他的这个脑伤的状况啊，以及各样的检查报告，他们发现了一些事情他们发现他身体上也有好多已经愈合了的伤口，身体有很多愈合了的伤口他的手指头也有已经断过又自己好起来的这个骨折的痕迹这边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知识如果你曾经，我们人都有自己愈合的能力可是如果你曾经手指头，就是你全身上下的骨头曾经断过，
即便你再好起来，只要从 X 光里面去照出来，都看得出来你曾经骨折过吼，因为它的形状就不会再是一直线，它会是有一点凸起来这样吼，所以就看得出来这曾经骨折过。所以从这些骨折的痕迹、这些迹象显示吼，这个孩子大概有遭到儿虐，好，儿童虐待，需要通报吼。所以我们这些各支系的人就带着这个理解，跟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的阿公阿嬷吼一起开了这个家庭会议。好，在这个家庭会议中，爸爸都不太讲话，爸爸就是默默的听医师怎么解释病情，然后那个妈妈呢，则是一直哭一直哭，她的鼻水眼泪到处都是哦，就是很凄惨的样子这样。会议后呢，我就继续留在加护病房，关心其他的孩子跟家属吼。然后这个1岁脑伤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就来找，因为我在医院都要穿牧师服吼，他们就看我穿牧师服，就来找我说：“牧师，能不能请你为我们的孩子施洗吼？你们觉得，你们如果是我，应该要怎么样回应？”不要走笑，我的当下不能笑。我当下问他们说：“你们是基督徒吗？”我问他说：“你们是基督徒吗？”他们的回答说：“是，我们都是。”好，然后我那个当下我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吼，我只有考量到这个孩子的家人都来台北了。我说他们从桃园来嘛，他们都来台北了吼。这个孩子从刚刚的家庭会议知道，孩子时间剩不多了，因为他的整个头都，他的那个脑部整个都变白色了，已经没有太多作用了。我知道这个孩子剩不多的时间，我就定了隔天为这个孩子举行小额洗礼。可是你们知道吗？从我决定要帮这个孩子施洗，然后我开始预备经文、预备礼拜这整个程序，我的心里面有好多好多冲突的声音。我那些声音就是像，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孩子吼？你们凭什么？你们有什么？你们好意思叫一个牧师来帮你们的孩子施洗吼？尤其是当我从我的办公室要走去加护病房的那一条路，明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不到10分钟，可是我就觉得我那条路好难走，就好像耶稣在走客西马尼园的那条路一样，我觉得好沉重，好沉重。当我好不容易走到加护病房的门口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我跟我的关怀师、我的同工说：“怎么办？我好紧张哦。”我的关怀师大我20几岁，他说：“牧师，我马西呢？”他说：“我也好紧张哦，能不能一起祷告？”我想说，明明是我先说我很紧张的，怎么最后还是我祷告吼？但我就带着他一起祷告。可是我要说，我到今天我都对我那一次的祷告印象深刻。我说主啊，当一切的证据、事实都排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面前好像都在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不禁让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情绪，心里面有好多判断的声音出现。可是主啊，你才是生命中的主但愿你指教我们如何有智慧的引导人到你的面前来，也愿你的慈爱跟公义显明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说我们该说的话，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到今天都印象深刻，这个祷告好难。我祷告完之后，我们就带着忐忑的心，依旧忐忑进到病房。那个妈妈依旧哭得好伤心，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爸爸依旧默默的在一旁陪着然后我就开始为孩子施洗，我们就唱诗歌，然后为孩子施洗然后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因为这个医院的加护病房都一定有规定的探访时间，很短很短我说我们可以把握一点时间跟孩子说说话，说祝福的话，也可以说让他知道你们很爱他这样。然后我最后我就说，如果心里有亏欠的话，我们心里有亏欠的话，也可以把握这个时间跟孩子说他都听得到，即便他现在没有什么的反应，但是他的耳朵都还听得到。你们知道我话才刚讲完，这个爸爸就开始流眼泪，放声大哭，开始流眼泪。
这个孩子的床好小，可是那个他的床布满了他的眼泪，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看到那一幕之后，我的心好像就都揪在一起，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我当时候的心情，我好纠结，我的心也好忐忑。我就继续带着这个忐忑又复杂的心情离开了病房。晚上我就接到社工师的电话，这个社工师就跟我说，孩子的妈妈陪爸爸去警察局自首，承认自己对孩子施虐的过程。你们知道大概讲就是抱着孩子去撞墙壁啊，抱起来摔地上啊，所以他是有很多骨折，或者是有很多脆胸、脑伤的这么严重，很沉重。可是我要讲，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有好多机会，会听见人心里最深的软弱跟那个挣扎，甚至你有可能会知道一些犯罪的行为。可是那一刻，我才更深的明白一件事情：恩典不代表否认，不代表否认罪这件事情。恩典不是让我们不去认识罪，恩典反而是让我们有勇气，让人有勇气去面对罪。因为当一个人他自己深知道自己不是被石头在等着的时候，而是被恩典去拖住的时候，他才有勇气去说出自己心里面最深的软弱跟挣扎。我在第一堂没有说到结果，最后这个爸爸就被判刑，然后孩子我刚刚说时间剩不多嘛，那我因为还在儿童病房，所以就连孩子要测管，你们有听过测管吗？要测管就是会邀请牧师也在旁边，他们也邀请我主理这个测管的仪式。我最后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想要抱抱这个孩子？哇，那个画面就是最后就妈妈先抱着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爸爸去认罪了嘛，然后最后妈妈就问爸爸说，你要不要抱抱他？因为他最后是抱他摔在地上嘛，我妈妈就问爸爸要不要抱抱这个孩子，然后爸爸就因为他一直哭嘛，爸爸就让他坐着，然后让他抱着孩子，孩子最后断气在他的怀抱里。哇，其实好难好难。我要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容易拿起石头，这个石头有好多的形状，有的是批评，有的是标签，有的时候是论断，是诬告，是控告。可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耶稣他没有拿起石头，他做的是什么？他先是弯下腰，进入了人的破碎里面，然后他直起腰，宣告恩典。这是耶稣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也许是那个拿起石头的人，我们也有可能是那个站在中间的人，但是耶稣仍然愿意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想这个是耶稣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所说，那个从弯腰到直起腰，他最温柔的一个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谢谢你不是那个急着要定我们罪的主，而是愿意弯下腰进入我们破碎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承认在好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随着别人的意思讲话、判断，拿起石头要去论断别人，去批评别人，鲜少停下来看见自己的软弱，还有那极深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站在控告、论断的这个世界里的时，恳求你让我们仍然可以记得你的恩典，让我们学习放下石头，学习用你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生命。主啊，恳求你也纪念那些心里带着羞愧、亏欠，带着伤痛，甚至带着罪来到你面前的人，让他们真知道，在你的里面仍然有恩典，有赦免，也有新的开始。愿你的话今日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也恳求你接住我们。当我们以为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以为我们这一辈子就是这样了，让我们真知道你愿意与我们同行。
在你的恩典中，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学习走一条被更新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诗。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停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生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祝祷我们请黄信义牧师。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恩典怜悯的主，求你带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够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愿我们中间刚强的人能够担待不坚强的人的软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来唱最后一首歌，没惊，拍手。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裁剪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总会赢，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
永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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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可以交易请安，楼下有爱餐，谢谢大家。